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吴平神。罗西亚乌克兰又过来了，罗乌战争哪讲好，哪咧拍。这届办事看起来有赢者，但是美国国内意见就真多，敢是川普一人演独角，而且和平游玩是泡影。今仔日3位专家学者甲1位当事者斗阵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义，大家平安。那么第2位政大罗西亚研究所教授洪美兰，主持人、来宾、各位观众，大家晚安。那么第3位台湾地科执行委员赖宜中，大家平安，大家好。那么第4位是东海大学的政治系学生，嘛是卢甘斯州乌克兰人科罗。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先来关心这个最新的进度。最新的进度是啥物呢？礼拜伫瑞士日内瓦，美国甲欧盟甲乌克兰举行的会谈，人是真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来指出，这可能是目前上有意义的一天。不过，川普主导的28点和平的这个结果，红质疑讲对罗西亚收牛步了。那么乌克兰要求爱确保主权甲安全。这边日内瓦的会谈重点放伫咧川普政府所提出，严格抑搁伫咧修订的停火架构。美国甲乌克兰代表团就条文一点一点伫咧检视，缩小无共意见。欧洲几多个国家也公布伫瑞士甲乌克兰协调立场。美国强调，谈判已经对大方向建立一条一条讨论，草案愈来愈晚正式定案。乌克兰讲，美欧乌协商有实质的内容，唔敢若是单向接受，有甲乌克兰的核心需求放入去。Сьогодні день багатьох зустрічей і перемовин. Фактично від ранку дзвінки, наради, консультації. Українська делегація в Женеві вже провела ряд зустрічей з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 Також з нашими європейськ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Зараз була доповідь делегації за підсумками розмов. І це були ґрунтовні розмови, багато. 严格草案是毋是当过关，抑个卡伫咧几个敏感的红线，包括领土的问题、军力的规模，抑个未来的安全保证。进前团在版本互人批评是偏向罗西亚这边的需求，真正是愿望清单，也引起美国国会内部甲欧洲盟国的议论。这边伫日内瓦的重点是放伫咧还未讲好的条文，一条一条讲到瓦群结论、调整分离。卖互乌克兰被迫答应无法度接受的让步。美国讲有几项议题爱交互元首的暂结决定。And we have achieved that today in a very substantial way. Now, obviously, like any final agreement, they'll have to be agreed upon by the presidents. And there are a couple issues that we need to continue to work on. But I think the report today is that I think today was worthwhile. It was very, very. It is probably the most productive day we have had on this issue. 因为欧洲盟国也无搁再被动接受和平计划，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甲乌克兰伫日内瓦公布会谈，要求任何的安全安排，就会反映欧洲的安全甲利益，抑个乌克兰的主权选择。欧洲的压力和这份28点计划，就会保留一寡修正的空间。乌克兰谈判代表讲，新的版本有反映出支付大部分的关键优先事项。接落来几天，谈判会继续进行。美国设定的期限虽然已经真晚，不过大家拢伫咧为会当接受、会当当久的停火，提出上尾的底线甲交换条件。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观众朋友吼，万请上转台吼，其实吼，大家都看讲啊，这个罗西亚甲乌克兰这连续剧演袂完，啊，见摆就川普一人咧独角戏吼，啊，就来到底人的是会谈，是真正会好啊，袂好？头拄啊，我私底下我问3位吼，讲小可有影者，啊，这是要安怎来观察？我先请林老师来看讲，这敢有影有可能搁行落去？有可能啊，吼，因为这28点吼，会使讲是做全面啦，吼，啊，这个罗西亚阮也有让步，啊，乌克兰，当然阮也让步较济啊，吼，啊，美国阮也做这个监督，这个总理，这个调停者啊，吼，所以伊规定真正是足详细，吼，
比如讲这个乌克兰，伊要重建，重建的资金的来源，美国1000亿个美金是为这个罗西亚互人冻结的资产来的，吼，这个欧盟那1000亿，世界银行那赶快到底吧，所以应该是全球都爱来关心这个乌克兰。另外就是讲美国甲这个罗西亚，阮也有家己吼，因这两个国家，比如讲这个战略武器，吼，会减少会条约来延长，吼，所以这两个国家，阮也是介重要，吼，阮也是为两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安全，这个特使还是这个国务卿。因来草拟这个草案，介重要的是讲川普的女婿，这女婿以这个以色列甲这个和平甲这个加沙这个和平20点，吼，都有这 cushion 吼，所以阮也有讲到这个核能的问题，吼，50%，阮也有讲到这个非军事化区咱知影就是讲这个乌东地区卢甘斯克是100%是这个罗西亚来占领。老师的意思是讲，因拢讲到有骹有手啊，是只剩这个大头讲好出去军改好啦，安尼是干安尼啊。所以对这个乌克兰，头先咱看到的讲对伊来讲就是讲伊的军队应该是安尼讲60万啦，袂当超过60万啦，佮有这个以这个宪法内底爱写着讲，伊要来加入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足济的限制。但是欧洲联盟，我也是同款，你会使一大部分就是讲，因希望爱来和这个罗西亚有点责任嘛，因为讲到是讲，你战争的行为完全都特赦，袂再来追究。不管是罗西亚还是乌克兰，这个战争，这个无人道的部分啦，所以会在就是讲，欧洲联盟甲乌克兰，因为呢是足认真来讨论这个问题。乌克兰伊无法度将这个土地讨回来，这个战争继续搁拍落去，就是讲你的领土会失去搁较济，你的条件会较无好，你会失去美国、川普。的支持，就是讲全部这内底算盘叠叠的，想讲也是回头坐来倒顶，应该是安尼。所以这个泽连斯基因讲到做歹做这个决定，对啊。洪老师，我看你头小可忧愁，你认为这个和谈也是上下尾会变作泡影？即届和谈阁是也有一个足歹突破的观点啦但是比以前的和谈阁较有希望我先讲有希望的，有希望的所在伫倒位啦因为遮尔侪届来是安那，大概外口要协调因和谈拢袂成功。上重要关键就是之前咱伫个节目内底有讨论过。乌克兰要继续经落去上重要的是爱有人互伊武器支持，互伊支持，伊才有法度拍，无伊家己无法度经落去嘛是谁来经？即马美国一定讲袂帮助嘛因为你也无接受我，哪有可能去帮助你？你著互我诺贝尔和平计划，就无可能得到，我哪有可能去继续帮助你？这是川普的想法嘛？那其实进前咧合谈就是咧和谈的时阵，我都有讲过，即个上重要。乌克兰只有家己的希望寄望伫欧洲国家。欧洲国家是安那会要继续支持乌克兰？因嘛有内底足多经济问题因嘛有内底足多对这个尤其是泽伦斯基即届，阁有贪污的代志出来。所以要安怎去支持乌克兰？因上关键的支持乌克兰的问题是伫安全。因惊罗西亚毋是干那拍假乌克兰，
先拍波兰，对啊，吼，啊，佮最近咱有看到足多就是落山的无人机啊，什么啥吼，一定拢影响到欧洲的伊的一寡飞人机的起降的问题啊嘛。所以因拢感觉讲这虽然落山啊无承认是因啊吼，但是因拢足怀疑的，这背后就是落山啊来做的混合的战争的一种嘛吼。啊，所以欧洲支持乌克兰的重要关键就是因担心罗西亚继续侵犯到欧洲来。啊，是安那拄我咧讲，即届和谈是安那会当较看起来是较有希望，因为即届的和谈内底，即个关键点已经有突破。突破就是啥？罗西亚嘛知影讲，恁欧洲咧支持的，就是惊我搁继续来。亲门大户甲你欧洲来，我即届就讲啊嘛，咱签欧俄互不侵犯条约啊，而且即个条约佫会列入我罗西亚内底法律内底啊，所以恁就免惊讲我讲的无做到啊，是伫我罗西亚的法律内底，对啊，吼啊，所以这对罗西亚伊无法度，伊一直咧互外口欧洲的人咧担心的即个部分。会当较会当化解啊，所以欧盟就讲，来，乌克兰你就较乖的，哦，你该挂吧，你就挂咧，安尼就好啊。所以这是乐观的一个所在吼，但是这嘛是我拄仔讲的悲观的另外一个所在，因为这个部分内底有讲，你乌克兰必须要放弃，即马去互占领的领土。以科罗引导。所以这就是佮违反着。欧盟内底一个观点就是咱较当然要讲的日内瓦协定内底，你安尼是用武力去侵占别人，那个承认伊侵占，啊，佮摕着佮承认，对啊，安尼这就违反着阮欧洲的迄个一个领土，袂使互用武力去占的，对啊，这个人道价值，这个国际的秩序袂使安尼啊，所以这就是欧盟即届和谈一个乐观甲悲观的所在。罗委员。有人讲吼，这个和谈的结果吼，敢若迄个二次世界大战进行的 Chamberlain， 张伯伦的吼，啊，就是根本就是绥靖主义，就是讲啊，好啦，你莫拍，安尼就好啊。你感觉有这种意味，有这种意味伫的无？我是讲差不多啊，对我来讲就是，这就是敢参像迄当阵的迄个Munich Agreement 吼，就讲慕尼黑迄合定。啊，实际上就是你互人拍了，你嘛无法度甲伊迄个解决掉，所以讲就甲承认嘛，用即款的方式来得到即个和平。因为看这28点的即个和平的即个主张吼，基本上这是美国甲即个罗西亚两边先讲，然后即马甲食即个物件，看迄个乌克兰敢想要接受。所以你会当看到有真侪所在是讲，无就是美国认为讲乌克兰会当接受，袂当接受，还是讲伊替乌克兰咧想。但是真正是罗西亚的迄部分是甲罗西亚咧讲的，所以变成讲这基本上就是讲会较偏向罗西亚的即个部分嘛，吼。当然我相信嘛，包括欧盟啦，包括讲像乌克兰，因看到即个物件嘛是事后才有看到。毋是讲伫事前进前，伊有互人。大家参要讲安尼。毋是，绝对毋是安尼。所以讲，我是讲即个物件吼，因为乌克兰一方面是讲欧盟，伊本身无啥物部队，嘛无即款的即个军事的资源，会当像讲美国提供还有即个乌克兰。所以讲欧盟，即使讲伊要反对，伊嘛无法度反对起。美国是讲伊的武器全拢无要互乌克兰啊。到时阵，即欧盟伊的物件会当来补充，我看嘛无法度，因为本身的军事工业的即个基础已经伫差不多过去20冬的时阵一直咧弱化，吼。所以讲，即个欧盟要甲伊帮战，可能嘛有气无力啦，吼，有心无力。另外就是讲，即乌克兰伫遮，那伫今年4月或者24月的时阵，迄当阵毋是讲即个泽连斯基伊甲即个 Trump 两个都伫遐冤家嘛。冤家的时阵，Trump就甲伊呛一句讲：you have no leverage， 就讲你根本就啥物即个筹码拢无啊，所以讲你会当讲啥？即摆嘛的确是安尼，
所以讲当然这是对迄个中国对迄个弱国吼，真残忍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当然，迄个总统川普伊是讲啊，我用这个方式来结束这个战争啦吼。啊，即摆这结束战争，伊认为讲主要点是讲罗西亚想要停还是无要停嘛？这毋是讲乌克兰想要停无要停，乌克兰你无要停，我就会当来甲你处理啊。但是罗西亚是讲无要停。继续变成要搁拍落，所以讲伊的主要对象就是甲罗西亚讲，咱要安怎互这战争甲停落去。所以伊的想法毋是讲安怎互这个算讲乌克兰啊甲罗西亚之间的这个和平协议吼，会当上面是较公平一些。嘿，啊，另外就是讲我是感觉讲建立一个会当和平的基础，我是讲这个协议内底是无啦。虽然讲拄啊，像讲洪教授是讲，吼，这罗西亚嘛是爱迄承诺吼，甲这无要侵犯欧洲啦，嘿，无要乌克兰涉及法律。啊，但是你嘛知影讲，伫迄个进行明斯克的这个协议啊，吼，啊罗西亚到来伊讲无爱就是无爱，是无爱啊。啊，另外就是讲吼，伊是安怎伫迄个侵略了后过无几工就讲啊，我甲伊写讲这已经拢是迄俄罗斯本身内底迄法律的一部分，本来是伊是独立国家，即马变成是俄罗斯本身的一部分。嘿，啊公道安尼就成啊。所以讲到底这个，咱即马咧讲过，就讲伫遮的物件吼，爱写伫迄个无要侵犯，变成伊的迄个法律一部分时，咱会看到进前甲俄罗斯本身的其他所通过，包括遮的州拢已经是俄罗斯一部分，中间敢有啥物迄个重大的所在？吼，我会讲伊必先讲伊即个物件出来啥物，爱要求俄罗斯国家来做调整时阵，嘛是会有啊。啊，咱无法度保证俄罗斯一定会做。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和平的这个28点吼，伊本身的基础非常的薄弱。啊，薄弱的一个重点是讲，伊今仔日也是讲会当成，是因为讲俄罗斯同意，啊，美国会当压伫这个乌克兰，你一定爱去接受，啊，你无接受，你就无法度安怎？吼，我是讲伊，也是讲真正会成，真正基础是伫乌克兰根本就无法度有这个反抗的这个空间。我耍来要来劝告科罗哈，科罗，你观察这个事情，我相信从你们国内的媒体，或者是俄文的媒体，你觉得你们先说乌克兰的朋友们接受这个和平架构吗？我觉得大部分当然这个礼拜我们听到这个新闻。大部分当然，我可以说很担心、很害怕。大家都说哦，我们被骗，我们就是这样。真的，现在这个乌克兰好像完全没有了，因为川普跟普京他们自己决定我们的未来，然后他们没有问乌克兰，他们没有问欧洲的我们的这个朋友们。但是我想要说，包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28个点，现在大家都讨论28点这些点，已经现在没有这个28点，已经现在我们看得到他们改修了很多，所以现在今天已经Zelensky不是我，不是其他的人，Zelensky自己你们可以看得到在他的IG 还是他的 Facebook， 他已经说感谢。川普总统感谢那个Marco Rubio，他目前在Geneva，然后感谢这个一般来说他们努力想要帮我们结束这个战争。所以我想要说，一模一样，我也常常都被媒体影响，乌克兰的媒体。因为他们常常都是真的这个 panic， 他们都害怕哦，不知道现在我们被骗。我先想要说，乌克兰不是现在被骗，还是3年前被骗？乌克兰30年前被骗，我们的这个核武器给俄罗斯，给其他的人，然后那时候我们给我们的核武器，他们说我们承诺我们给你们这个，我们保护你们。如果俄罗斯、英国、美国
还有一个国家，他们说我们会保护你。你们看，一个是俄罗斯自己入侵我们，然后美国其他的国家都我们看不到过的什么保护。所以我想要说，我们不是现在什么被骗或是这种的，我们很缺钱被骗乌克兰。所以不要什么害怕什么担心。但是现在就是要等，他们还是在讨论。美国、乌克兰、欧盟继续讨论。我觉得乌克兰人现在不要太担心，就是川普还是这种的，最需要担心俄罗斯会不会接受这种的28天。现在我们不会看得到28天，可能比较多、比较少，因为欧盟他们当然想要改修有些点。所以我们要现在最担心俄罗斯会不会接受，因为我从乌克兰的媒体、从乌克兰的朋友、从大家都听得到，俄罗斯好像不要接受，因为我们现在好，美国、欧洲、乌克兰，他们我们当然可以讨论好这些28天，但是不要担心，最重要是俄罗斯。所以你觉得反而是俄罗斯不一定接受这28条？我觉得俄罗斯不要停这个战争，因为俄罗斯要继续打仗，因为俄罗斯现在好像在那个前线蛮成功，他们继续乌克兰有什么美国，当然现在川普他不要继续打仗，他给我们很少。可诺，我问你哈，如果现在要继续打下去，你赞成乌克兰继续打下去吗？我自己从很久前我想要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从3年前对这个拜登 Sleepy Joe 他们叫他一直都承诺，他说我们真的跟乌克兰到底我们支持乌克兰。Ну так不好意思，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到最后的乌克兰人，可能他美国会支持我们这样，但是已经完全没有了乌克兰人，我们打仗然后完全没有了乌克兰人，已经没有人去那个前线打仗。然后俄罗斯反正这样回来，因为俄罗斯一般来说从一开始有更多人，俄罗斯有北韩，所以你觉得应不应该打下去？我觉得现在这个不是这个28天，但是一般来说，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一个很好的机会，真的结束这个战争。所以我真的希望现在我们有一个很棒的。机会结束。不管什么条件之下，你都希望能够停止吗？那为什么？比如说Lugansk，你们家以后就割给了俄罗斯，或者让他们独立，不属于乌克兰了。朱队长，这是我觉得你记得我们3个月前已经说过，这是2个不一样。事实上，俄罗斯它控制包括我的城市，这个已经什么解释？就是大家已经知道这个，就是事实了。对，但是在那个法律承认，而且包括这个28天，法律承认没有这个要求，川普总统没有这个要求，所以我们担心什么？这个已经现在这样，已经俄罗斯控制卢甘斯克、我的城市顿涅茨克、克里米亚。所以不管怎么样，赶快停止战争。不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得到，包括昨天Marco Rubio 跟我们乌克兰的代表就是这个Andriy Yermak，他们在日内瓦，他们继续讨论这些28天，已经在论自己说有蛮不错的这个讨论，所以已经我觉得美国、乌克兰、欧洲我们会写下来更好的这个点，不是那么这些28天对有一点危险，对乌克兰有一点不好。不过已经现在我们有更好的，所以要等1、2、3天，有可能1个礼拜，我觉得不是完全那么不好的。好，所以变做讲科罗伊的心情小可有转变想讲一旦停落来。大家性命较保守，不管如何当然会当挽回一点挽回一点。林老师，因为这3点就是领土，而且乌克兰的军队的规模，还有这北约未当搁再往前
而且也袂当互乌克兰佮加入。这三项可能是这个和平结果内面上重要的这三项。老师安怎看？这三项有可能大家讲好啦，安尼悄悄的。老师安怎看？这个领土的部分吼，就是讲这个卢甘斯克是上北嘛吼，过来是顿涅斯克。以这顿涅斯克有安排一寡这个非军事化区啊吼，非军事化区就是讲这个罗西亚的军队原来袂在入去进驻吼，所以以这顿涅斯克这个部分，过来是扎波罗热吼赫尔松。这两个部分就是讲，以目前两国的军队伊接续的这条线，这个界线，吼来做这个实际的控制线的对哈。38度线。但是美国是承认吼克里米亚、卢甘斯克这顿涅斯克的独立啊，这就变作是罗西亚领土的一部分啊，这个。对这个乌克兰来讲，这是足无法度忍受啊！吼，另外一点就是讲，这个部队，这部队即马差不多80到85万，吼，战争以前差不多25万左右啊！吼，即马就限制这乌克兰的军队60万，吼，所以介重要就是讲，人讲罗西亚搁一届来侵略这个乌克兰。咱就看起就是讲，这个变作是欧洲，变作是美国，伊要安怎去反应啊？吼，伊即内底因为乌克兰佮袂当来加入这北约，所以因为咱毋是讲这个北约要安怎来处理，伊敢讲到这个大西洋吼，这个美国啊，甲这个欧洲的国家要用较决定性有这个协调来因应。这个罗西亚，看这个罗西亚的侵略啊，当然讲，罗西亚佮赶快用军事，这全部28点，就完全就是讲无效啊，吼。所以就是讲，这个问题是对乌克兰来讲啊，伊的牺牲是较大。总统以这个合议生效，这协议生效，讲有成啊，就是。马上就停火，100天内底，爱来选举，对啊，吼所以就是讲，对这个泽连斯基来讲，对乌克兰来讲，虽然讲战争是，我感觉伊咧讲困难的时阵，可能是后包含这100天以来选举吧。我想讲应该是当足济啦，吼因为搁一寡这个政府这个贪污的代志，乌西的代志腐败的问题，这个当是这个对乌克兰来讲啊，重建的其中的一部分啦。是安老师，头早你听科罗安尼讲吼，迄心情，因为我甲伊熟悉，就咱节目内面来遮3届，嘛有其他的乌克兰人，就开始要拍到底，到单想讲紧停，颠倒烦恼讲普京歪这个方案。安老师，你安怎看待这乌克兰目前的这个抗战，伊安怎来做决定呢？乌克兰的处境吼，咱实在足同情的。我嘛足了解乌克兰人的心情，但是那拄我科罗罗讲的，因看到这个合议对因是来讲足无公平的，所以因就望的，拄我科罗讲的，伊就望的。未来这几天伫个日内内底，有改变，有改变的希望，会当亚望因的泽伦斯基甲因的团队会当讲出对因较有利的条件。但是这个部分，咱真正就歹讲的，因为泽伦斯基即马伊的内国内底问题，吼，美国来讲，传播来讲，应该是。是安那的即个28点的即个合议的，伫个这时阵出来，我感觉对顶届泽伦斯基内底，因内底的即个贪污的代志是有一个压力伫个压力伫个，也就是说，这就互罗西亚去抓到一个点，讲你看啦，这你以后甲伊，你看乌克兰甲美国已经有签迄个稀土协议，这稀土协议嘛，伫个乌克兰国会拢通过啊，吼。
对于美国来讲，伊会就希望即个西土协议，即个会当对美国的利益来会当做。但是如果战争一直伫咧拍，这根本就无可能，就是空的嘛吼。啊，过来，得互我拄仔讲，互罗西亚了解一个，讲你看嘛，你甲一个贪污的政府咧合作，以后钱嘛是拢互伊乌去啊，吼。所以，这对是安那伫咧这个时阵，川普要提出的这，我感觉乌克兰内底本身政府内底的问题，这是一个乌克兰就不利的所在啦。啊，拄仔讲着讲啊，罗西亚即个部分是要安怎互人相信讲伊真正袂过侵犯即个？伫咧历史来讲，即个中国要去侵犯较弱的即个世界、较细的国家，咱真正除了用国际的条约来甲约束了。只有敢若会使望，就是因家己会当会使自我约束。但是，所以即摆我拄仔有咧讲，是安怎讲？即届会谈的，就敢若较有即个希望，因为准讲即个会谈内底，欧俄互不侵犯的条约，罗西亚嘛愿意把放伫法律来讲，准讲啊，即个安尼来讲，罗西亚不亲愿意接受这啦，就是恁让了。领土接受这对我较有利的，我愿意释出这个，互恁欧洲放心安全的所在。但是你讲这是毋是干那空嘴保证？以后恁袂过来，无人会当去保证。吼，啊嘛只好安尼做。对啊，嘛是只好安尼啊，无会当安怎？但是这咱咧讲历史的这疗效，所以咱咧讲这国际关系内底是一种现实的，咱袂当无信任即个现实主义的国际社会。老委员吼，若是谈判，因为我看川普因咧谈判的时候，有当时忽然间缀去罗西亚迄边，忽然间讲无咯，我是甲伊讲拢讲好啊哦，啊无安尼无安尼，啊起倒倒，啊有当时这有当时迄，这是谈判的策略。也是讲实质上，因为我头早听 Rubio 讲，substantial 实质性，啊个 productive， 个真有生产力、真有成果的物件，所以听起来敢即摆，吼，这内面佫写甲，伊佫写甲真有骹有手安尼吼，所以即摆是真正要甲议落去讲，来，恁两个人拢议落去讲。这是谈判的策略，还是讲实质上已经来到这个关卡？像他洪老师讲，啊，你乌克兰你本身咧遮乌西着，你来，你来紧做，而且我叫你100天以内选举。我是感觉这18点你看吼，伊内底有关甲乌克兰本身的安全的这个承诺，也是讲对于安全的保障吼，而且部分拢非常的迄个模糊。啊，但是甲乌克兰有关的这个经济。也是讲要安怎来处理遮个物件，包括讲连迄查甫的即个合作这电厂，伊的即个运作，伊咧嘿，讲50%，个俄罗斯加即个乌克兰吼，因两边爱做平分啦。也是讲即个像讲1000亿来做即个投资，反倒咱这经济即个所在讲了有较济哦，吼，你会当看，这都是迄川普本身伊的迄重视的所在嘛，啊。另外就是讲吼，我会感觉讲，即个讲乌克兰的即个贪污，我会感觉吼，迄根本就是用即个消息来要求即个乌克兰讲，你的本身的什物正当性嘛无啥有啦。我是感觉讲有即款的迄个操作，虽然讲乌克兰毋是讲伊本身是非常的迄个完全拢无政治贪污的即个部分，但是。什么时阵无讲？以前嘛拢有啊，但即马即个物件甲伊撞出来，我是感觉讲嘛，甲即个所讲爱要求乌克兰要来同意即个和平协议嘛是有一点仔关系。我上重要是讲吼，咱即马看到就讲即个和平协议本身，让即个川普伊对乌克兰会当看到，伊也是你看你会当记哩，就讲伊第一届做总统的时阵，迄当阵伊对乌克兰是安怎要求？
伊讲吼，本地方美国要卖即个 Javelin 的 missile 吼，要互乌克兰。啊，结果川普是安怎甲去乌克兰迄当阵泽连斯基做总统啊，就讲即个你爱甲我帮助要调查即个 Sleepy Joe 吼，即个人讲拜登的即个贪腐的即个消息，啊你无也是无做吼，我这物件都无要送互你。就讲伊会甲伊甲美国内底，伊咧做总统甲拜登的一个政治斗争，啊甲乌克兰美国甲乌克兰之间的安全的关系，甲伊牵做伙嘛，吼。迄当时都已经有即款的即个战略，表示讲伊对乌克兰本身是用到底你是要帮助我来对付我的政敌，还是无？用这个部分来考虑，伊对这个和平的下，伊本身到底是什么人违反，什么人要处理，伊本身毋是讲遐尼重视。对伊来讲，我会当互这战争啊停落，吼，无人搁死，所以讲表示讲我会当互这个俄罗斯甲这乌克兰之间，吼，已经无个人搁死。安尼就真好。乌克兰本身会拄着即个问题，是咧，我对你我无啥物感情。啊，是讲吼，同款的物件是以色列的时阵，我甲伊拍保证，川普绝对是对以色列会当甲伊保护到底，因为伊对伊来讲，乌克兰甲以色列对伊心内心无共款，吼。啊，当然，伫遮我是犹原，我是感觉讲，虽然即马咱的迄个乌克兰朋友嘛是因为拍这3档吼，真忝，吼。迄个感觉讲要有当进前，嘛真歹处理。当然，即马俄罗斯甲乌克兰之间伫迄个前线遐吼，两个算讲拍到迄个无啥物进展啦。拍较皮皮喘感觉。当然，即马这俄罗斯到来是讲前线无法度进，伊就一直派伊的迄个无人机嘛吼，也是讲伊的飞弹去。炸即个乌克兰全部的所在，毋敢若讲即个头前嘛，包括讲伊的首都，嘛包括讲乌克兰西边吼，所以讲全乌克兰内底你无一个所在是安全的。用即个算讲心理战略啦，来恐吓即乌克兰人民，叫伊讲吼，你吼无可能阁会当相台啊。啊，但是伫俄罗斯本身，伊真正伫战争内底，敢有甚物款新的一个发展，实际上是无啦，吼。啊，当然，我是感觉讲，对这个部分来看，乌克兰真侪人是感觉讲，即马这战争无进展哦。啊，但是这个美国要互我的这武器啊，讲欧洲要互我的武器，实际上嘛，我讨10项，可能敢到3、4项尔，吼。啊，尤其是讲迄个美国伫这个这川普进来开始的时阵，结果迄个 Albert Kobe 就是美国这国防部的这个处长。啊，本身大主大就决定讲，即马开始吼，这武器拢无要送过去。结果美国参议员到来听到这个消息，知影讲，伫伊毋知影进前，伊就美国国防部已经无要甲这武器啊送过去啊，已经超过3、4个月啊。所以讲，乌克兰到即马无啥物物件当拍嘛，所以讲对因真生气。所以讲这内底非常真侪川普政府吼，伊本身的这个态度，对乌克兰已经非常无共款。甲以前的政府无共款，啊，即马要求乌克兰讲，这是我甲俄罗斯讲到28点哦，啊，这个部分，你是要同意还是无？当然，泽连斯基一开始是足生气的，感觉讲这对乌克兰这是足无法度忍受一个时刻，啊，但是过2天了后，讲啊，迄个我这感谢美国吼，会替这乌克兰要寻求这个和平的一个努力，吼，我先甲你肯定。啊，看讲我有法度会当对其中几点套转来，但是我感觉这可能性足无可能，因为你他安尼咧讲的时阵吼，以色列、乌克兰啊咧庆当，啊如果台湾人咧庆当，你认为有甲以色列平当无？这我慢慢先来讲，我会讲即马上大的一个，有一个国家会足烦恼的，毋是即个讲 NATO 的即个成员，是另外一个国家Georgia。哦，这个国家伫2008年互俄罗斯甲拍过，对无？主要是讲，因为Georgia甲迄乌克兰伫迄当阵，算讲 NATO 吼，NATO 本身有甲同意讲，这两个国家要入去 NATO 呢。啊，即马讲乌克兰互人拍了了，袂话多，Georgia当然即马也无。啊，但主要就到时就讲，你讲这欧洲吼，这个所在，这个俄罗斯设立法律讲无要继续攻击。啊！但是到底Georgia是欧洲还是毋是欧洲？你看伊的地理的条件，敢亲像是嘛？毋是，拢毋知影。吼，阿塞拜疆嘛是共款。所以讲吼，我会讲这个部分，到时阵
产生真侪即个其他国家的这心理紧张吼，对这时阵啊，看讲即个佐治亚甲即个阿塞拜疆这两个国家，咱就知影。哇，刚刚啊，赖委员说到阿塞拜疆跟 Georgia 很可能是下一个乌克兰。你们在乌克兰的人怎么看待？尤其你说，其实30年前就被骗了，叫我们把核子武器解掉。那你觉得接下来，不管是阿塞拜疆或者是 Georgia， 会有这样的状况吗？他们国内的人怎么想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讲 Georgia 已经有这个状况，因为它2008年被入侵，而且到现在控制的。但是阿塞拜疆我们通常在乌克兰说一定不会，因为阿塞拜疆它是被那个土耳其的，他们大家都说被土耳其。就是土耳其真的提供很大的帮忙给阿塞拜疆，因为他认为这是他们的人，对。然后关于，我觉得现在最担心是那些 Baltic 的国家，所以拉脱维亚、立陶宛是那些国家是他们已经很担心，他们已经很害怕，对。然后当然我觉得，因为看得到现在这个川普的。他的这个是拜登跟一般来说这个状况，我觉得台湾也需要很担心，因为这个当然也给中国一个很大的，就是他看得到不好意思3年现在俄罗斯那么就是半个乌克兰被就是完全没有了，对，可以说顿巴斯跟那个其他的部分，然后俄罗斯现在。他接受了什么惩罚？他拿到了什么惩罚？完全没有。现在大家都骂乌克兰，我们不想要，我们不好，我们不要听战争。但是俄罗斯现在大家都看得到，好，俄罗斯我们可能要想一想，他会去那个 G7， 现在 G8。所以当然中国也可以看得到，哈，如果你可以那么就是很容易入侵其他的国家，中国觉得台湾是他的国家，不过不管怎么样。然后完全没有惩罚，所以我觉得不只是在欧洲那些离俄罗斯他们那些国家需要担心，也在这个部分台湾也需要担心看得到这种的发展。If you turn back the clock， 如果你把这个时间倒转3年半以前 ，OK， 你認為當時候的世界各國應該用什麼態度來面對這個俄羅斯跟烏克蘭的這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但是如果講這個不是要3年前，這個至少要到2014年，更前，克里米亞被入侵的時候，因為那時候完全，我覺得完全都是被美國民主黨的問題。30年前，我們被美國騙，我們那個Clinton 當總統的時候，我們那時候被騙，我們給我們的核武器，而且我們給誰？我們完全給俄羅斯，現在俄羅斯有這個核武器。2014年，奧巴馬當民主黨的總統，然後他那時候我們在烏克蘭有這個文件。他那時候說，你們現在這個新的總統，不是那時候不是總統，但是新的政府，你們不應該那個反對俄羅斯在克里米亞，你們應該讓他們控制克里米亞。真的，這個有這個文件，你們網絡上可以找到。2022民主黨的總統Sleepy Joe Biden一模一樣的狀況，所以完全被美國的民主黨他們控制美國的政府。他们完全发生的。我相信川普，如果那时候他是总统，普京不敢入侵乌克兰，这是我的相信。老师，你认为如果迄阵时总统是川普，普京敢唔敢入去吗？我讲这袂当安尼讲，就讲迄川普本身普京都唔敢入去。因迄当阵实际上嘛是，拜登伊个国安团队一直咧警告讲，普京普京真正是要跑啊！但迄当阵包括讲像讲
德国啦、法国啦，拢无相信嘛。甚至当然，乌克兰本身总统嘛是因为讲啊，佫可能有和平机会，所以讲嘛，感觉讲无一定是安尼。虽然讲会较紧张嘛，开始有咧做一点仔动作，但是我爱讲吼，就是讲即个伫这过去这几冬的时阵，也是我会讲，真正会当有一个突破点啊，但是无做到是实际上伫2023年的时阵，咱知影讲2022年虽然讲俄罗斯先开始来拍对无，结果到迄2022年差不多年尾的时阵，乌克兰忽然讲有一个大反攻，嘛真成功吼，所以讲甲这俄罗斯甲伊拍到迄个真侪战领土地讲，搁来吐出来。啊，到2023年的时阵，迄当阵有开始讲乌克兰即马开始伊个武装伊个装备啦，伊要一个大反攻嘛。那差不多2022年迄个迄个处理，啊，实际上嘛真侪乌克兰伊个军方人家己本身是真有信心，认为讲真有可能吼。啊，尤其是你看2023年迄当阵，俄罗斯发生什么代志？迄个5月啊，应该是5月到7月迄当阵，因的迄个。这个佣兵的集团，迄个瓦格纳 （Wagner） 迄个 group， 毋是讲叛变对无？啊，都佮想要转去要去杀伊的迄个普京，啊，结果到来当然后来到来就无去。迄当阵是俄罗斯本身所有的能力上危险的时阵。啊，我是感觉讲迄当阵，民主党的一个政权上大的一个问题是讲，伊就互即个俄罗斯用即个核武器，甲恐吓，佮甲惊着，所以讲吼变成讲。因为惊讲俄罗斯会当用核武器，结果伊对乌克兰真侪限制，吼，包括讲乌克兰吼，你会当用即个美国也是讲欧洲国家，互你的武器会当拍到什么单位，拍到什么的即个白手啊，嘿对，如果你袂当互你的武器，敢去拍到即个俄罗斯的领土的境内嘛，吼，啊，所以讲俄罗斯就知影讲，我的飞机吼，我对个领土起飞。啊，伊的飞弹无法度去拍到我遮个飞机，所以讲我伫遐我甲伊飞弹射出来，我就降落一点仔代志拢无。除非我飞机要进到即个乌克兰的境内，所以讲我才会互人拍。所以变成讲吼，乌克兰伊讲袂要反攻，一方面是伊要甲人拖10件物件，人敢互伊3件。有12个旅团伫迄个所在，结果敢8个旅团。有装备1/3的兵力伫遐咧拍手，所以讲我是感觉讲，迄当阵你甲人答应的物件无到位，啊，第二个讲你又限制别人要安怎来防卫伊的本身，吼，结果造成就是讲，即个俄罗斯伫遐一直咧算讲，经过即个上歹一个有通休息养生啦。对，你互人，你甲即个你的敌人。尤其到这个部分对遐尔好，啊，当然人哪有可能对你客气？是安老师，你安怎看待这整个战争对咱台湾有啥物启示啊？我感觉对咱讨论到即马，咱头一个上爱重点就是，咱会讲看到，你也要别人是无法度的，哦，就哪敢讲的，美国有美国的利益，伊会徛伫伊家己的利益。来做出伊的决定，不管伊是为着经济，还是为着罗西亚有核能来甲伊恐吓。那所以这个部分是咱爱去会当去学到的。啊，咱会使对罗西亚研究，因为咱长期咧观察罗西亚，我感觉罗西亚伊。释放讲，伊要用核子武器这个所在，袂使等同视之啊，袂使无去甲伊重视。伊是真正会用。罗西亚的个性就是，你只要侵犯着我，伊为着伊家己国家的安全，伊是有可能的。这就是咱感觉袂使去小看罗西亚的所在，尤其是遮尔侪有核弹头伫伊的身躯，吼。那所以这是安那美国迄阵会感觉讲伊爱救手，伊嘛也担心即个战事扩大，变做世界大战，这嘛伊无希望看。老师，我甲你问一下吼，是整个罗西亚在参与政治当做决定的人，
拢是安尼想，还是普京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讲，安尼简单嘛，美国毋是定定咧讲暗杀，你就甲普京甲斩首起来，就问题就解决，敢毋遮简单？你讲的斩首行动吼，你会当看到普京四周围，伊足多安全人员吼，伊是一个帝国的，以前一个足大国家的领袖，伊无可能无迄个安全的维护。所以要你讲用斩首行动，我当然毋是咧讲，甚至我的意思是讲，是伊整体，伊这个政体，伊即个国体，就是安尼思考，不管是啥人，拢是安尼。伫个罗斯亚即个罗斯亚到乌克兰即个战争里个时啊来拍甲遮久，罗斯亚内底敢无讲完全，伊内底你拄仔咧问个，伊内国内底对支持继续拍即个部分。伫个普京的四周围有一寡政治精英内底，确实是赞成的。那尤其是伫个罗斯亚内底有足侪伫个较中老年的即个部分是支持普京的，因为因感觉普京甲罗斯亚搁带领甲国际内底有一个影响力。伫个以前伊是就尤其是伫个伊独立了后，苏联瓦解了后。因就变做足无地位的，所以这是一个普京就会当利用国家内底爱国主义甲民主主义的所在，去巩固伊的领导的所在。但是讲到要叫少年人出兵，少年人就会走啊。所以一顶届普京有用过一届动员令，结果足侪人走出来，伊都毋敢搁用动员令。好所以这个部分，普京伫个国内还是有一定的支持度。会使用这个部分来解释讲啥啦这个伫咧这个情况下，你讲伊要用核能这个部分是伫咧普京的手中，伊会会一地咧，比如讲30年了，罗西亚这款人敢，我讲罗西亚这款人敢会改变伊的 mindset？ 我感觉这就是爱看政治人物伊要后壁伊要安怎去接手的人。对，要安怎去继续会去运作这个，伊要继续去运作这个，就一个国家主义内底，做一个国家人民内底，伊是毋是足重视这个部分，这就爱个后壁才会当知影，咱无法度去知影讲后壁因的下一代的想法。就目前来看，伫个较年轻的一辈，对这个要叫我出卖生命甲爱国主义内底。对顶届的动员令看起来是，对，是较无咧信道安尼啦。林老师，这刷落来，咱来看，即摆川普啦，如果会讲达成伊的经济利益，看起来内面写了真济呢。而且伊也要甲这冻结罗西亚的这1000亿的美金的资产，拢用在投资啊，创啥，看起来川普又好好挑一摆安尼。林老师。确实有影，这个川普应该是用上大的资源。就他挪威人讲，拢描写经济咧。对，经济是一部分啦，吼。就是讲，这个乌克兰这个重建所赚的钱，50%是美国啊，吼。而且这个重建基金是为其他国家来。尤其是为这个罗西亚来侵略乌克兰，互人冻结一寡资产来，所以就讲，对川普来讲，这个协议28点是为川普本人的这个监督有一个和平委员会所以就讲这个协议是不是让成功甲川普？伊的地位有足大这个关系就是讲这个乌克兰一定要接受，我是认为讲一定要接受接受上好的这部分就是讲伊会当加入这个欧洲联盟伊互这个罗西亚拐走的一寡囡仔会当倒转来避占这个核电厂。所生产的这个核能，伊会当用而且就是讲这个伊即马失去的土地
个土地，毋是讲完全啦，毋是讲完全完全都无去啦，吼。就是讲，有即个实际的占领线的一部分，吼。所以对乌克兰来讲，伊应该会当知影来讲，即届虽然讲袂当加入即个北约，但是美国甲欧洲的国家，以即28点内底，有来保证，就是讲你受到即个攻击，就是美国甲欧洲的国家会当有一个安全的保障啊，以即第5点内底，就是讲到即点吼。所以即个罗西亚有足大的让步啊，吼，并毋是讲马上会当加入即个 G8，哦，爱一步来，哦。所以普京也无一定要马上签字哦。即个是后届啊，即个签字会当吼分阶段来讲，所以来讲。